第8章，对安尼，别人拢倒去啦。耶稣曲去迦拿山，清早阁倒转到殿内，众人拢到伊迄位，伊就坐落教示因。文士甲法利赛人带一个行淫的时受掠的妇人人来，叫伊徛伫中央，就对耶稣讲：先生，这个妇人人是拄行淫的时受掠的。摩西伫律法顶吩咐阮，将即款的妇人人用石头钉死。你讲应该将伊怎样呢？因讲这个话，就是试探耶稣，要得到告伊的把柄。耶稣却弯腰，用砖头伫地上为字，伊要是无停会问伊。耶稣就直起腰来，对因讲：恁中间一罪无罪，就通大声摕石头钉伊。对安尼，阁弯腰，用砖头伫地上为字。因听见这个话，对老到少年，一个一个拢出去，只剩落耶稣一人，阁有迄个妇人人悠远徛伫中央。耶稣就直起腰来，对伊讲：妇人人，遐个人伫倒落呢？无人定你的罪吗？伊讲：主啊，无。耶稣讲：我也无定你的罪，去吧，对担毋通搁犯罪。耶稣阁对众人讲：我是世界的光，跟缀我的，就无伫黑暗内行，的确要得到活命的光。法利赛人对伊讲：你是为家己做见证，你的见证无真。耶稣讲：我虽然为家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也是真的，因为我知影我对倒落来，去倒落去，恁却毋知我对倒落来，去倒落去。恁是用外貌判断人，我却无判断人，就是判断人，我的判断也是真的。因为毋是我家己伫遮，也有找我来的爸，甲我3甲弟咧。恁的律法顶也记讲，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。我是为家己做见证，也有找我来的爸，也是为我做见证。因就问伊讲：你的爸伫倒落？耶稣因讲：恁毋捌我，也毋捌我的爸。若是捌我，也就认捌我的爸。这个话是耶稣伫殿内的库房教示人的时所讲的，也无人掠伊，因为伊的时阵还未到。耶稣阁对因讲：我要去啦，恁要找我，并且恁要死伫罪中。我所去的所在，恁袂会到。犹太人讲：伊讲我所去的所在，恁袂会到，检是伊要自尽嘛？耶稣对因讲：恁是对下面来的，我是对顶头来的。恁是属这个世界，我毋是属这个世界，所以我对恁讲，恁要死伫罪中。恁若毋信我是基督，的确要死伫罪中。因就问伊讲：你是一位？耶稣对因讲：就是我对起头所甲恁讲的。我有真侪事讲论恁，判断恁，总是迄个找我来的是真的。我伫伊遐所听见，我就传互世间人。因未明白耶稣是指着爸讲的，所以耶稣讲：
恁举起人子以后，的确知影我是基督，并且知影我无一项事是凭家己做。我讲这个话，就是照爸所教示我的。迄个找我来的是甲我同在，伊无放落我家己踮伫遮，因为我常常做伊所欢喜的事。耶稣讲这个话的时阵，就有真侪人信伊。耶稣对信伊的犹太人讲：恁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学生。恁的确知影真理，真理的确互恁得到自由。因讲，阮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将来无做过一罪的奴仆。你怎样讲？恁的确得到自由。耶稣讲，我实实在在会甲恁讲，所有犯罪就是罪的奴仆。奴仆袂会永远踮伫家内，囝儿是永远踮伫家内。所以天父的囝儿若互恁自由，恁就真正自由啦。我知影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恁却想要杀我，因为恁心内容袂落我的道。我所讲的是伫我爸迄位看见的，恁所行的是伫恁的爸迄位听见的。因讲，阮的爸就是亚伯拉罕。耶稣讲，恁若是亚伯拉罕的囝儿，就的确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我将伫上帝迄位所听见的真理甲恁讲，现在恁却想要杀我，这毋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，恁是行恁的爸所行的事。因讲，阮毋是对淫乱生的，阮只有一位，就是上帝。耶稣讲，即使若是上帝是恁的爸，恁就的确听我，因为我本是出伫上帝，也是对上帝来的，并毋是对家己来的，就是伊找我来。恁为什么袂明白我的话呢？无非是因为恁袂会听我的道。恁若是出伫恁的爸魔鬼，恁的爸的私欲，恁就偏偏要行。伊对起头是杀人的，无守真理，因为伊心内无真理。伊讲白贼是出伫家己，因为伊本来是讲白贼的，也是讲白贼的人的老爸。我将真理甲恁讲，恁就因为安尼毋信我。恁中间一罪会指证我有罪呢？我既然将真理甲恁讲，为什么毋信我呢？出伫上帝，的确听上帝的话，恁毋听，因为恁毋是出伫上帝。犹太人因讲，阮讲你是撒玛利亚人，并且是贵妇着，这个话减无拄对吗？耶稣讲，我毋是贵妇着，我尊敬我的爸，恁反倒轻慢我。我无求家己的荣耀，有一位为我求荣耀，定是非的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袂拄着死。犹太人对伊讲，现在阮知影你是贵妇着，亚伯拉罕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你要讲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袂饲死味。敢是你比阮的祖宗亚伯拉罕较大吗？伊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你将家己当做什么人呢？耶稣因讲，我若荣耀家己，
我会荣耀就算不得什么，荣耀我的就是我的爸，就是恁所讲是恁的上帝。恁袂捌认捌哩，我却认捌哩。我若讲毋捌哩，就是讲白贼的，亲像恁一样。总是我认捌哩，也遵守伊的道。恁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然看见了，就快乐。犹太人讲，你还未50岁，兼看见亚伯拉罕呢？耶稣讲，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还未有亚伯拉罕就有我。对安尼，因摕石头要钉伊，耶稣却眯起来，对殿内出去啦。